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南投縣仁愛鄉舉辦着模範父親的表揚。今年上濟回模範父親是發祥村的高連才，96歲。16個各村推選出來模範父親，由仁愛鄉長江主信翁仔某帶頭進入會場，接受歡迎甲祝福。會所上濟是96歲發祥村推選出來高連才，早年是咧做老師，後來進入教會傳教。伊上大成就就是即馬有4代同堂的美滿家庭。96歲了，能夠成為模範母親，是心裡覺得非常的高興。立興村推選出來模範父親林進成，做過仁愛鄉農會理幹事，對部落的農業甲服務工作貢獻真大。伊嘛代表仁愛鄉接受南投縣政府的表揚。我最大的成就就是小孩子都職業都非常的好了，那也是非常的健康啊。肯定每一位父親的辛勞甲付出，嘛安排精彩歌舞甲活動，互大家提早感受充滿歡樂的父親節氣氛。